幾大啦，係啊！我真係可以同大家證實嘅，因為阿小野咧，佢係好辛苦啊！佢刮我咧，佢刮咗1、2次咧，我都覺得喂嗨唔正咧，我話嗨唔正，小野狼啲唔緊要狼啲 ，Sammy 唔同啦 ，Sammy 一起圍個，哇！你好似拳手咁嘅，你啲爆發力，咁但係到小野咧，佢打幾巴。佢都唔敢真係落力打我，到最收尾其實都唔係打得即係遠比鄭裕玲打我啲咧，係差10000倍嘅。但我收尾翻到屋企，我唔明啊。子華同埋阿子何睇靚唔靚仔先？靚仔！哇，好開心啊！同大家打招呼先啦。係我哋同大家打招呼。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大家好，大家好。今日係第1日公映，全院滿座。作為一個導演，真係開心到癲。多謝晒，多謝支持，多謝。好睇嗎？好睇。會睇多次嘅拍拍手啦。會睇多2次嘅拍拍手啦。新年流流冇呃我啊！睇咗3次嘅拍拍手啊！多謝。睇到落畫為止啊！好啊！下年見啊咁樣嚇。日語有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D 何啟華啦，飾演 Ace。大家好，多謝大家嚟支持野王，多謝。哇！歡迎俾掌聲我哋嘅幾位嘅主創嘛，歡迎！嗱，今日咧我哋夜王兩港地區上映啦，啱啱咧亦都係有觀眾講到話，呢個係咧就係子華神呢5年最好笑嘅一部嘅粵語片，而且咧就係基本咧就係同步引進嘅。第一次咧有粵語嘅喜劇能夠進入咧就我哋嘅內地春節檔，而且咧就係全國各地咧亦都有呼聲啊，期待能夠早日咧就係喺大銀幕上邊睇到呢部嘅佳作。所以咧，我亦都想問下我哋3位咧，係咪同觀眾咧都一樣期待將我哋夜王呢部影片咧帶到更加多嘅地方，等更加多嘅觀眾睇到我哋嘅夜王咧？哦，咁當然係啦，即係我哋好，即係其實拍戲係非常之辛苦嘅。咁啊，拍完一部戲出嚟，當然係越多人睇到越好啦，當然上。係啦 ，OK， 之後就你咧？同埋咧，大家好多人咧，唔知係咪因為我嘅緣故咧，認為我拍親都係喜劇嘅。有人同我講喎，喂，你套破地獄呢套喜劇咧，就都 OK 啊咁樣，我都好無奈嚇。讀哲大狀又有人又係同我講，喂，呢套喜劇啊幾喜喎，D 你咁樣，嗰啲唔係喜劇嚟嘅喎。咁但係呢一套咧，就真係我想咗好耐，可以拍翻套喜劇，就係呢一套夜王，所以能夠拍到又令到大家開心咧。都好高興啊！多謝大家。大家開唔開心啊？開心。哇 ，thank you， 阿 D。係我有啲俾大家嘅熱情轟咗落個腦度，我唔係好記得頭先個問題係咩啊？但係期唔期待我哋嘅夜王上更加多嘅地方同大家見面？梗係期待啦，絕對期待，因為今次呢部戲都係一部非常之用心嘅電影啦，咁亦都入面有一啲好搞笑嘅嘢，好值得大家再回味啦。最緊好似套戲所講嘅，真係最緊要開心啦，係啊，咁希望將到呢個歡樂可以俾到更多人感受到咯，係啊。OK，thank you，不如有啲好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嘅觀眾互動嘅時間，大家亦都係第一批睇我哋夜王嘅觀眾，跟住落嚟嘅時間交俾大家好唔好啊 ？OK， 好，睇我哋第一位嘅觀眾喺邊度？大家我哋可以舉手睇下。我哋不如睇睇我哋嘅依邊依位，係啦，對。主創老師好，過年好。你好。我看完這個電影真的超級喜歡。我廣州話不是那麼的好，就不是真的超級喜歡，一定會去2刷的。然後實際上我是海南人來的，然後在廣州這邊工作，然後我有很多海南的朋友都說很想看這部電影，但很可惜在海南沒有上映，所以就忍不住派我來控訴一下，就是其實廣東、廣西還有海南就是並稱華南 F3這樣子的，然後但是呢，在那邊就沒有得看，就這麼好看的電影怎麼可以只在兩廣地區上映，真的很可惜。所以就我們海南其實也是完全能聽懂粵語的，然後就把這份控訴跟這份期待帶來這邊，然後希望說
希望很快能夠在海南看到我們的電影，然後也真的很感謝主創帶來這麼好看的一個作品，謝謝。多謝多謝多謝，我哋努力為海南努力。我們一起努力。哎，旁邊的這位的小妹妹，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我們的感受跟我們分享？來。Hello， 導演還有兩位主創，你們好。然後我看完《夜王》這部電影的感想就是港劇的喜劇是真的太地道了，然後全程高能又有料，然後我必須安利所有的朋友都來支持這部電影。然後我之前看到過鄭秀文老師說自己在這部電影裡面是美貌擔當和情感擔當，然後我們觀眾就評論子華神在這部電影裡面是爸爸嗓擔當。然後我想問一下，子華神同意這個說法嗎？然後我還想問一下主創們，覺得自己在電影裡面或者片場裡面是什麼擔當呢？謝謝。我唔止爸爸嗓添啊！各位我即係淨睇到大家成套戲裡面，呢套係應該一套好多靚女，大家睇靚女嘅。但係裏面唯一一個除衫嘅係我喎，我見到我係犧牲最大嗰個。身材正唔正先？真係可一不可再，所以你真係要睇到出年啊！真係我覺得就同時可以喺下面買下眼藥水啊，舒服啲。係啦，回眼藥水。還想問一下，就是另外一位主創覺得自己在電影裡面是什麼擔當呢？阿迪。我是那個我應該係二五仔擔當啦，係啦。即係今次同上次毒舌嘅合作好唔同啦，毒舌就真係即係戲裏戲外都真係咁崇拜呢個人㗎嘛，係啊，即係有崇拜水哥咁啊，崇拜子華神咁。咁但係今次原來我要鬧佢喎，係啊。即係原來你要鬧一個你崇拜嘅人咧，係一件好困難嘅事。係啊，我內心都責備咗自己幾日咁樣咯，係啊，做完嗰場戲，係啊，咁係咯，亦都係咯，即係當一個最後嗰場大龍鳳就係、都需要有個二五仔嘅，往往都係啊，咁我就今次有幸導演特登寫咗一個咁唔同嘅角色俾我去體驗啦。咁啊，希望大家都感受到佢嗰種好緊張嘅情況啦，即係做二五仔真係唔好亂做啊！大家千祈唔好亂做二五仔啊，唔係好事嚟㗎，係啦。OK，謝謝。好，謝謝，好，接下來我們下一位，好，這位灰色外套的這位的女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然後跟左邊、右邊，跟住後邊好唔好啊？右前邊、中間，好唔好？嚟，好，來，我們可以了。兩位老師好，導演您好，我非常喜歡《毒舌律師》和《夜王》這兩部作品。我覺得他們的共同點是小人物用智慧扳倒權貴，看得人熱血沸騰。那您覺得《夜王》夜場這個江湖和法庭的一個戰場，在講述以弱勝強的故事裡面有什麼差別呢？差別其實毒舌律師係講公義，夜王最主要係講情義。其實大家都有個義字。咁其實點解我會即係兩部戲都咁講呢個義字？因為其實我係由細就開始中意睇武俠小説。咁武俠小説裏面其實就係好着重呢個義字。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喺我未正式開始創作之前，我已經即係呢個概念成日喺腦裏面打轉。咁所以去到正式真係可以創作自己嘅電影嘅時候，就好不其然地即係滲翻晒呢啲過往自己咁多年嘅諗法。咁我覺得雖然喺一個法庭上面係好似好嚴肅去講公義，去到一個夜場好似大家嘻哈咁樣，但係其實亦都重要一樣嘢講情義。咁同埋我其實自己一路都好想拍一種江湖嘅感覺。江湖唔係淨係講緊咩黑幫啊、黑社會嗰啲，而係你有一班人喺度，咁自然又會多是非啊，自然又會有啲可能係互相出賣啊，
但係有得出賣，其實就有幫忙。咁我係由細到大都好俾呢一個江湖去吸引。咁所以拍完一個律政嘅江湖，今次就係一個夜場嘅江湖。啊，謝謝。好，跟住落嚟咧，不如等阿子華神嚟搞我哋現場觀眾同我哋一齊交流啦，好唔好啊？係子華神，你嚟係啦。邊度？各位男士啊，正宗各位，係。哦，男士。Hello， 你好。Hello。但係我問啲嘢可能冇乜益喎。睇得出嘅，咁都俾你睇穿咗。係預咗嘅。唔係因為咧，我啱啱咧就即係有一個嗰個楊偉倫啊，即係擘大隻鼻嗰度咧，我留意到佢嘅口型咧，應該唔係嗰兩個字嚟嘅，原台詞應該唔係啊。係。跟住而家改咗係咪即係為咗過審啊嗰個？我哋呢部咧係原汁原味嘅一部嘅影像嘅港產片，希望大家中意，大家覺得好唔好睇？係，唔係我證實咗，你問啲嘢係冇乜益嘅。好啦，俾翻下一個問啦。好多謝你，好多謝。多謝晒。好啦，跟住繼續留返。阿 D 嚟啊，係啊。好啦，咁我就。好啦，嚟啦，係啊，我見到你好熱，係啊。我係中意咗子華好耐啦。我都係。睇咗好多場。都係40幾年咁啫。冇啊，跟住今日我生日。生日快樂！我好緊張啊！因為真係中意咗你好耐，跟住你每場嘅電影都有支持。多謝。棟篤笑因為以前太細個，未揾到錢。支持咗3-4場。哇！跟住我今次呢個電影真係好好睇，且好笑。笑中有個淚點咯，我 get 到。係。同埋我想問就係你 keep 到咁 fit，係咪好辛苦啊？你又俾機會佢鬧多我一次。係，其實係有益嘅，係有益嘅 keep fit 啊，係辛苦啲，但係有益嘅，係情願 keep fit 好過食煙嚇，即係唔好好似戲裡面食煙啊冇乜嘢嘅真係，但係 keep 個 fit OK。會唔會再堅持落去都係咁嘅身材？其實我已經放棄咗㗎啦，係而家睇下幾時有套戲又有咁嘅需要又再 keep 過啦，係長期咁太 fit 咧唔係幾得㗎真係，係。真係好好睇，多謝你，跟住繼續你哋合作再拍下一部更好睇嘅戲。多謝。好，導演，你嚟啦。導演揀啊！導演啊！嗌子華你咪攞人衰。導演，一齊嗌導演。呢位姓啊，呢位係。我係黑色衫一位小伙伴嚟。多謝導演俾呢個機會啦，終於都係粵語場啦。咁首先咧就係好中意呢部電影，係去2刷3刷嘅。咁首先就係節目好唔係緊張嚇。電影好好睇。咁我記得阿子華之前講過就係話棟篤笑咧有好多嘢而家係唔講得，但係電影係你可以去表達嘅一個場合。咁我想問下就係喺夜王呢部戲入邊，你更加想表達俾大家嘅究竟係乜嘢？呢個係第一個 question 啦。咁第二個 question 就係有邊一個場景係你印象最深刻嘅？咁我問阿 D 就係因為其實我睇你啲戲都有段時間，因為廣東啊嘛，咁所以就想睇下如果係同以前同而家比，咁你覺得由電視劇啊同埋電影邊一樣嘢帶俾你嘅感受係最大嘅變化，即係電影同埋電視劇。死啦！你而家講到呢個第3條問題，我唔記得咗你講。第一個問題係通過電影帶出個點樣嘅信息俾觀眾，係咪？同埋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電影當中最難忘嘅邊個片段，係咪？好啦。不如3個問題，你揀一個好唔好？我記唔住。你中意啦。咁我揀第一個啦，好唔好啊？喂，想帶出咩信息？我諗交俾導演係比較適合啲嘅，係。咩信息？其實就有好多隱藏嘅信息喺呢部戲裏面。係需要你揭曉嘛？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嗰樣嘢係呢幾年可能大家工作都
佢都唔敢真係落力打我，到最收尾其實都唔係打得即係遠比鄭裕玲打我啲咧係差10000倍嘅。但我收尾翻到屋企我明啊，因為對大家知唔知邊個胡楓啊？即係我對佢嚟講，即係叫我打胡楓一樣啊！你明唔明啊？你乜打親佢噶嘛？咁所以佢係錫住我係唔敢，但係等於叫佢鬧我咧都係即係有種咁嘅即係我都唔敢鬧胡楓啊，大佬。係你頭先第3條問題係我唔記得咗。電視劇同電影。